要过年咯，小事提醒民众哦。过年一寡菜若烫过，搁再烫，食到可能会食物中毒的风险。物件嘛已经爱烫好滚咯，若无滚，70度尔尔，细菌是上熬生炭。食袂了的物件嘛爱赶紧家放冰箱。佛跳墙、油饭、过年美食澎湃上桌，毋过这一大道的年菜常常食袂了，过2天搁烫烫搁食。毋过小事提醒，安尼做可能食材营养拢流失，甚至都要注意食安问题风险。在购买的时候，我们要先买常温的食品，好，比如说可能米啊、罐头类的，再买一些冷藏的食物。好，比如说一些蔬果。那第三呢，再买一些冷冻的，比如说一些冷冻的肉类、冷冻的鱼类。专家表示，过年准备年菜上好方法，就是适量准备，每顿拢食了，减少风险。毋过，若是要将物件冰冻起，也要把握大关键。避开危险的温度7到60度，这个区间细菌繁殖上紧，所以剩的食物第一时间都要冰入冰箱，冷藏温度差不多4度左右，减缓细菌的产生。冰箱也建议放6到8分满就使，若无循环无好，温度会提悬。另外，也要避免烫真侪摆。在常温底下，我看到数据是有63个小时嘛，你可以掌握的就是温度，温度最重要，你就是不要让它落在7到60度 C 之间太久。毋过进前才爆发宝林地震，想象餐厅引起2摆较大范围食物中毒的案件。专家提醒，亲像蚌壳类酸、毒素无色无味，无法度发觉，远离保存不当或者是来历不明的发觉食物，是上有效的防护措施。仙人掌杆菌较会由土山甲虫炭传播污染食物，常常出现伫米饭这主食，拢要注意。污染到仙人掌杆菌潜伏期都很短，很快就会发病。然后发病的话，它产生症状都是急性肠胃炎。另外，若是食物中毒，下涂的症状大部分甲米饭或者是淀粉类制品有关系。若是早饱的症状，可能是烟肠、肉汁这肉类制品，食类进前都要注意。公视新闻。